今哦，即几天天气足翕大，去找中医师，即口水的民众嘛变真济。不过中医师嘛要提醒哦，其实口刷有袂少禁忌，亲像是讲家己伫咧厝内底口刷的时阵，虽然讲爱保持着空气的流通，不过呢，唔通伫咧电风卡，或者是讲有对流的风的所在来刮擦，若无可能会因为讲吸寒着来引起着其他的问题。另外，口刷了后嘛爱啉一杯较热润烧的这滚水或者是盐水哦。口刷了后30分钟内唔通洗身躯。避免去刺激皮肤。经甲后生听，真侪人拢会口刷，天气变热，去口刷的患者嘛变多。不过你敢知影，口刷其实嘛有一寡爱注意的所在。若袂当口甲伤大力，口刷的时阵，电风嘛袂当直接对人吹。那时候毛孔是就所谓的腠理，它那时候是开的，那这时候很容易就会有风邪入侵到我们的一个身体里面，造成一些过敏的情形。口刷的时阵，电风若直接吹，可能会因为寒着引起其他的问题。中医师嘛提醒，口刷了后爱啉一杯热润烧，或者是较正的盐水。安尼会当互血路循环较好。口刷口完30分钟内嘛袂当洗身躯，避免刺激到皮肤。另外，像讲糖尿病也是癌症的患者，想要口刷，拢爱先互医生评估过。若伫低血糖、低血压、腹肚枵，也是伤忝的时阵口刷，可能颠倒会互人更加艰苦。因为空腹在很疲劳的情况下，人体的一个气跟血没有办法很主动到我们的头。当我们还是使用刮痧治疗的时候，常会造成我们头晕目眩。另外，中医师嘛提醒，口刷口完了后，皮肤出现无同的色，嘛代表身体有无同的问题。若出现水泡，代表身体湿气相当；若是红色的，体内恐惊有发炎的情形；乌豆红就是表示气血未顺，身体较会酸痛；若是乌色的，就可能是体内有毒素、体寒的症头。正确的口刷，唔来互人较快活，乃当知影身体有啥物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